那这个永康的正式转运站其实就要解决这个国道客运长期下交流道之后在永康地区停靠的问题。我们知道早期在沿航地区因为没有适当的路外场站的这个空间，所以它都只能路边停靠。所以我们在这个前几年就先解决了这个路边停靠造成交通安全的问题，我们设置了临时的转运站。那同时也开始建设新的正式的转运站。那这个转运站总经费是5300万，那也感谢中央交通部的支持，补助了4500万。这个转运站内有8个席次的月台。那除了国道客运的停靠之外，我们也特别预留了2席，让市区公车来停靠。周边的这个汽机车的停车空间也相当的充足经过这个试营运这段时间，我们在路边以及原来的临时转运站部分呢，对于汽车跟机车的这个停车空间都尽量的来满足。那我想，我们这个转运站的这个正式营运呢，我想对于台南市上下交流道的第一站长途客运一定有非常好的这个服务的空间。那也欢迎市民朋友来多多利用。在车道上，我们才一进一出让车辆可以比较顺畅的一个通行。那室内空间也非常的宽广那让国道客运跟施工车来分流，再让民众呢可以有一个舒适的一个候车空间这样子。我们谢谢台南市政府来规划设置这个这么完善的一个转运站。那实际上设置之后呢，对我们的市民朋友呢搭乘真的是很方便对我们这个运量来讲是会有一个提升的。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请启用。我们找一个好的地方，让等车的民众、通勤的民众能够有比较舒适的环境来做转运这是刻不容缓。那经过2年多的努力，把这个很漂亮、而且很舒适、而且很安全的永康转运站终于建设完成了。希望它担负起让市民行的安全、行的舒适、乘坐大这种运输工具的一个好的经验。希望它的启用能够带来交通改善的另外一个契机。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2月22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政府积极推动社会主体以及公办都市更新政策。今仔日伫东区举行移居后甲社会主体动土典礼，总共有175户，预计伫民国118年完工，而且建设公司嘛特别关整一台pom铺消防车。向前兼顾着古大正义甲公共安全。位伫东区后甲三街移居后甲社会主体，是市府公办途径重要的成果。透过公私协力、融资的奖励回馈，处理175户的社会主体，一户公共托育中心、劳工服务的据点，甲着3户的店铺。2号上午举行动土典礼。典礼仪式伫个固定甲着人狮的表演为活动来揭开序幕。现场包括市长王伟泰、建设公司的董事长，以及中央内政部国土署、军备局农教场，见证这项指标性的市政建设正式来启动。预计民国118年就会用来完工。动土平安，动土平安。第3敲，祝一切圆和吉祥，圆和吉祥。为请掌声鼓励，我们现在立马去敲至于土方向。这个精华区里面新建社宅需要耗费非常多的这个成本，非常感谢达利建设能够以这个容积的方式，能够协助台南市来在东区这个最精华的地区后甲地区来新建社宅，总共取得175户的社宅。那这样子的一个量体，这样子的一个大楼，真的是在台南市来讲是屈指可数的。所以说，我们非常感谢达利，那也谢谢各位，包括国土署、包括军备局、包括国产署能够协助地方政府把这个社宅政策落实下来，那让赖总统的移居政策能够让更多好朋友能够进入社宅。很高兴我们达利建设扮演这一次都市更新的这个后宅
后甲社宅的这样的一个实施者。那么我们会全力以赴，把用最高当做自己的家的心态来兴建了哈。那我们希望能够在最高品质的一个保证之下，我们全力以赴。那将来在如期能够交给台南市政府，而后呢，也希望能够由台南市民共同来有这样的一个社宅，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地点跟一个环境。另外，在动土仪式过后，大理建设嘛公布关整一台半部的消防车，和市府的消防局，由着市长代表接收，并且回敬感谢状，象征居住正义甲着公共安全同齐来并进。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农历门天后宫为了彰显364年前郑成功登陆北线尾历史，特别结合农历社区发展协会举办释元顺经郑成功登陆后台书籍活动，邀请皇室各姓爷强庙来参与，预计将有数百人亲身来体验演变群龙当年登陆农历门的历史场景。罗里门天后宫主委林瑞兰陆军双臂士官班校友会、天后宫委员会、台港乡民生活关怀协会理事长严凤君等人共同撑着鼓钟，向外界宣传释元顺经郑成功登陆活动。举办这个郑成功联络会啦吼，有一个特殊的是讲安办模仿这个郑成功登陆安台湾这个仪式安尼吼，来我这个。对这个罗里门北线尾、北线尾岛、罗里门去吼来登陆，来模仿安尼吼，这个郑成功来攻打这荷兰人吼这个举办这个活动吼，会当带动这个厝这个活动会当更加这个精彩美工会当来支持这郑成功联合会这美工会当来支持这厝，会当互大家了解这个郑成功来进入这个台湾这个历史。罗里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蔡登进表示，为彰显郑成功登陆364年的历史，这次也互全台防晒各姓爷强庙共同参与，希望互更侪人知影各姓爷登陆罗里门的这段历史。阮罗里门乡为着要彰显出咱郑成功登陆咱罗里门的事迹，所以阮来筹备今仔日这个活动，邀请全国强防。咱郑成功组这个强庙共同来参与因为咱庙方当日的活动足侪，所以特别专权委托由我蔡登进来办理今仔日这个活动，希望看了新闻的乡亲是够会当来参观。郑成功联合会114年年会活动将伫咧12月28号登场。当天除了有祭典、联谊餐会，嘛有规划郑成功登陆罗里门的体验活动。欢迎对着活动有兴趣的民众，会当打电话0905-722-505询问报名资讯。台南新闻张世伟采访报道。中华民国生态企业管理协进会第25届甲26届交接授奖以及企业家联欢晚会20号举行。新任的理事长由台南市立病院现任执行长陈金晶担任，邀请生态指导教授蔡明田担任监稿。现场来了真侪贵宾共同见证。成立已经满25年的中华民国生态企业管理协进会，是由着国立成功大学企业管理学系、甲着经济部中小企业处合办推广教育专班结业的学生所组成。目前学员有将近1万人。20号暗时举行新旧任的理事长交接典礼，由着台南市立病院现任执行长陈金晶接任第26届的新任理事长。我是成大企协第26届的理事长当然这也是一种荣誉啦，也是一种责任跟使命啦那我希望我们成大的企协呢，未来能够透过的这个活动的一个交流呢，使我们的校友呢能够增进彼此的一个感情当然
我们未来也要重视这个器械会员间的一个健康我们会导入整个的健康讲座邀请这个我们国内的这个医学的一个专家来做这个健康的讲座，分享健康城市，让我们的器械的这个会员呢能够重视自己、重视家人的健康，这个是未来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业务了当然。成大器械呢，也是一个产业交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平台了。我们希望未来我们成大器械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一个学会也是所有校友成长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平台，交流一个平台。我对这一期的这一个理事长，我期待很大，因为这是从这个创会以来一直到现在，已经迈入第26届源远流长。那我们对他期待说，能够在未来1年，能帮我们器协会这一个招更多的会员，而且能够呢让这个会务更加兴盛。等下伊些首先有的会期进场，接续还有各委员会会期，历任的理事长以及新任理事长带领3长来进场，场面盛大。现场出席的贵宾包括市府社会局机要秘书林建南、议员杨忠成。新台指导教授蔡明田等，另外还有国友会，包括远路来的中华正大企业经营管理协会、台大甲着台湾科技大学等贵宾云集。现场有着新台指导教授来担任监教，有着下任理事长蒋其君、蒋应信来交接予新任的理事长。会后，新下任的理事长嘛互相递赠纪念牌。预祝未来会务更加昌亮。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台南市家庭教育中心伫大港国小举办甜蜜蜜家庭日，邀请新住民的家庭做伙共度佳节，并且结合1年母亲节的意涵，营造温馨团圆氛围。市府嘛肯定新住民团体努力推动多元文化家庭教育，希望更加侪新住民家庭会当安心伫台南落地生根。泰国艺术文化舞蹈表演加开序幕，台南市家庭教育中心伫咧大港国小举办甜蜜蜜家庭日，今年特别选伫咧同节之间结合1年母亲节，邀请新住民家庭来参与。赞，很棒，很棒！大家学到其他国家的语言。活动安排洗手感恩仪式，互小朋友帮妈妈洗脚，表达尊敬。另外，还有侪侪创关活动，含亲子 DIY， 大小朋友会当欢喜的做应景的圆仔，还佫用新年红包做成喜气的糕仔丁，最后也佫做伙品尝印尼节庆美食姜黄塔，现场气氛相当温馨。就是有那个家的感觉这样子，对，因为现在我们在这里就是也是当母亲了这样子，认识异国文化，也展现生命尊重的热情，让大家体验有别以往的甜蜜蜜家庭日。台南市目前大约有38000名新住民，是城市文化多样性的重要力量。透过新住民学习中心、教育辅导团的合作，提供丰富的教育甲适应课程。市府嘛特别颁发感谢章，肯定伫咧多元文化家庭教育推动的积极贡献。在教育、医疗、就业和生活上，不只是让我们台南成为一个大家工作的地方，也可以成为你们放心安家的第2个家。家庭教育中心希望透过节庆甲文化的串联，和后一代学习尊重无同的文化。未来嘛持续办理更侪多元活动，和更侪新住民家庭感受到资源甲温暖。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乐力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6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伫圣诞节进前，东区小农里的年度盛事。20号伫公民公园闹热登场，
活动包括菜鸡游行、音乐晚会、文化表演甲市集。同时，各位两地立美会国有地号名遇见小东进行启用仪式，各设计2只年外装置艺术，请里民做伙来欢庆精彩。穿着日本和服行伫咧路上表演，后壁也阁对着穿旗袍的水果牛仔、大猩猩玩偶。小东里迎来第3档圣诞节菜鸡活动，里民换上应景的服装庆祝，行回公民公园，也阁有多样文化表演甲市集，希望带来幸福的气氛。我们剪彩仪式开始，请剪彩。即天也阁来一场百人大剪彩，见证两地上垃圾上乱的国有地美化成遇见小东，当中也阁设计鸟仔技术装置做吉祥物，互大家来投票号名。向国有财产局申请公务拨用，拨用过来以后，我们才能申请经费。那么由曾之杰医院负责后面的督办跟经费的争取了100万，整理了2块这个最脏乱之地，成为我们今天开幕启用的主角。台湾现在是超高龄国家，所以不止呢少子化，很多亲子的场域呢，希望可以广设在各邻里。那同样的呢，这个银发族也需要在里内要有一些绿地跟公园可以去做休闲跟长辈之间的交流，这是一件好事。里内的地票公民公园规划做鸟仔主题特色公园，成为亲子休闲的好去处，兼具友善动物的教育意义。里长于天祥将持续提供里民更舒适便利的公共服务，让小东里成为宜居的好所在。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南区区公所结合里办公处21号伫建南公园举办亲子同游活动，吸引真侪在地家庭踊跃参与。活动透过丰富多元的体验，引导民众行入去公园，亲近户外空间，享受亲子同乐的美好时光。市府重视公园公共空间的品质，近年来积极投入经费改善公园的设施。其中，伫南区的建南公园，就有2D 的攀爬网、溜滑梯、公园的入口意象，以及重新整建的篮球场等。希望会用打造更加完善的亲子友善休闲的空间。21号特别举办亲子同乐的活动。今天非常高兴来到建南公园，你可以看到建南很多的这个游具哈，现场大朋友小朋友都很开心。耶诞节快到了，大家有一个快乐耶诞节。但是平常日也可以带着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哦。这里是小朋友的天堂，也是大朋友的乐园，欢迎大家一起来建南公园。南区公所结合活动，设计真侪闯关的游戏，让小朋友伫个游戏中来学习知识。家长嘛用透过陪伴甲着引导，增加亲子之间的互动甲着交流。南区公所表示，未来将持续结合社区的需求甲着在地特色，规划更加多元的公共活动，打造宜居共享的生活环境。台南新闻综合报道。特色游具在地飘香20档的麻辣火锅店，早期是单点火锅，后来拄到食甲饱当流行，所以转型成为火锅食甲饱的模式。但是店家对汤头甲食材相当的注重甲坚持，20档来拢是使用大骨来控汤，一步一脚印用心经营。今年迎接20岁生日，特别推出优惠来回馈消费者的肯定。一定要差不多半个小时就给它搅拌一次，让它里面这个骨头里面的骨髓掉出来，然后再跟那个汤溶解，它汤就会白。边转汤勺边讲解，老板王新凡大方分享汤头浓郁的美味关键。
不依靠化学汤粉美味速成，而是靠着炉火慢熬，将美味一点一点浓缩累积，最后才能端上桌。它的汤头跟别人不一样，我喜欢喝他们的那个麻辣，因为我喜欢吃辣。那他们那个辣，你喝下去，你不会觉得口干。很多的汤底啊，他们现在都是用调味包，你就会发现说他们的汤底是真的就是真材实料下去煮。我们是没有用汤粉，就用新鲜的蛋，然后就用最原始的方式而已，就只有2种原料，就是水跟糖这样子。对，然后用时间去换取它的汤头。对，时间换取美味。对。早期曾在知名川菜餐厅学习，创业后将所学融会贯通。王新凡以香料、中药材等调配麻辣汤头，经过一次次不断的努力，终于试出让他满意的味道，也让不少消费者从学生时代一直支持到步入社会。大概这边已经吃了20几年，应该有20年吧，对啊。然后食物就是觉得食材很新鲜，然后最主要它的鸭血就是很嫩。我的那个嘴是很挑，那他们的饺类就是真的都是纯手工，就是像鱼饺啦、燕饺、鱼册那些。那像有些别家店说什么他们的饺类是手工，可是你吃下去，光看吃下去那个你就知道，其实那也不是纯手工。鹅啊、螃蟹、虾子都很丰富，而且很新鲜。这间我已经吃了那个快10次。当兵结束之后，有到台南之前蛮有名的单点的一间那个麻辣火锅店工作过，然后我就延续他们的汤头，自己去调配。庆祝20周年，业者特别推出全时段优惠，要来感谢消费者20年来持续不断的支持。我们终于20岁了，所以我们这次推出了9折的优惠。那即日起就是如果直接来我们店的话，到12月31号周一到周五平日，我们有享有9折的优惠折扣。王新凡与黄宇姿夫妻俩表示，未来除了持续守住汤头品质，也会提供更丰富多元的选择，让老顾客吃得安心，新顾客也能感受到这份对美味的用心与坚持。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2026台南校养圣诞摇滚演唱会热烈登场，因为19号发生台北捷运随机太人案，嘛互市警局动员大批警力提悬维安。不过现场也是请大批市民甲歌迷替介意的台日韩艺人应援。市长黄伟哲嘛用最近流行的撒娇舞，甲主持人李多惠甲兰兰热情互动。我想要占据你，占据你的美，占据你的一切，却无可厚非。人气天团告五人登台，带来多首歌曲，炒热现场气氛。还有动力火车的经典传唱歌曲接连响起，现场瞬间变成大型 KTV。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台南好样耶诞摇滚演唱会集结多组人气卡司，包含3度来台南的阿垮原少年、日本歌手宫崎骏、韩国超人气女团 UNICE， 压轴的则是韩国影视歌3期女神郑恩地。演唱会由啦啦队女神兰兰、李多惠共同主持。李多惠穿着圣诞迷你裙装，兰兰则是露出小蛮腰，拉翻全场，还在后台教市长黄伟哲跳撒娇舞，一出场就现学现卖。希望这个欢乐跟耶诞节的这个平和的气氛呢，带给所有每个人，带给所有人温馨，带给所有人欢乐。根据市府统计，当晚总共吸引超过15万人次参与，但台北发生随机伤人事件，市府警察局提升警戒，动员276名警力，针对舞台区、观众休息区加强安全维护，警犬检查舞台前后台，确保演唱会在最严密的防护下顺利举行。记者周海棠的报道。
感谢你收看12月22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碧泉，咱再会。汽机车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注意周围人车，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避免转弯死角。记得到路中心点再转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请依照交通号志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专心快步通过，并随时注意车辆的动态，在安全处所等待，确认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哦。车辆慢暂停，行人安全行。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以后你们想做什么工作啊？我想当建筑师，盖很厉害的房子。我要当少年股神，投资赚很多钱。啊！少年股神？真的啦！这个群组里面大家都说老师报的名牌很准，稳赚不赔。这么夸张？一定是诈骗！政府及柜买中心一直在宣导，不要加入陌生群组，不要随便相信名牌，稳赚不赔都是骗人的。你们知道吗？台湾即将迎来新的里程碑，是什么？是什么？这件事和你们都有关系，就是民法成年年龄修正了。那会有什么改变吗？改变可大了呢！从112年1月1日起，满18岁就是成年人喽。而且男性、女性一律满18岁以后才能结婚，成年人就能自行签契约、租房子、到银行开户。不过，成年人也要对自己的行为负完全责任，做任何决定前都要多加思考哦。我们会赶快去了解权利义务，迈向成年的第一步。汽机车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注意周围人车，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避免转弯死角。记得到路中心点再转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请依照交通号志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专心快步通过，并随时注意车辆的动态，在安全处所等待，确认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哦。车辆慢暂停，行人安全行。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以后你们想做什么工作啊？我想当建筑师，盖很厉害的房子。我要当少年股神，投资赚很多钱。啊！少年股神？真的啦！这个群组里面大家都说老师报的名牌很准，稳赚不赔。这么夸张？一定是诈骗！政府及柜买中心一直在宣导，不要加入陌生群组，不要随便相信名牌，稳赚不赔都是骗人的。汽机车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注意周围人车，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避免转弯死角。记得到路中心点再转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请依照交通号志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专心快步通过，并随时注意车辆的动态，在安全处所等待，确认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哦。车辆慢暂停，行人安全行。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汽机车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注意周围人车，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避免转弯死角。记得到路中心点再转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请
请依照交通号志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专心快步通过，并随时注意车辆的动态，在安全处所等待，确认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哦。车辆慢暂停，行人安全行。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以后你们想做什么工作啊？我想当建筑师，盖很厉害的房子。我要当少年股神，投资赚很多钱。啊！少年股神？真的啦！这个群组里面大家都说老师报的名牌很准，稳赚不赔。这么夸张？一定是诈骗！政府及柜买中心一直